好来，咱各位乡亲哦，挂管啊，也目光看这里啊啊，小声一点啦，小声一点，大家介绍一下，今日咱延平主管有彩节活动，咱的迄个主委就是咱镇山林咱镇主委哦，咱来增加来欢迎一下哈，特别安排这个活动，今年第4档啊，一个第4档啊，队伍一年比一年多啊，感谢他。第二位要介绍的是也从我们郑成功祖庙远道而来的郑理事长来，我们掌声来欢迎一下我们郑理事长啊，郑理事长。第3位无论如何一定要介绍，是我们崔氏议员，他每一年都参与，每一年都请全力来协助。跟3位台上贵宾报告，你可能看台下好像没有人，反正很少人，错了，因为所有的镇头都在那边集合。那里人山人海，大概集结了100万人了。所以说呢，不用担心，咱家是家长跟小朋友在那边做行，所有的镇头都在那里。今天呢，我们这个是呢，把麦克风呢先交给我们主委，这个是那个。